主后2023年10月初4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一切拢是出伫听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哥林多后书第1章12节到第2章第4节。阮所夸口的就是，阮的良心证明，阮伫即世间的生活，拢是照上帝所赐的纯洁甲诚实，毋是靠俗世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恩典。阮对待恁搁较是安尼。阮写互恁的，毋是恁会晓读会晓了解，恁到今所理解的只有一部分。我仰望恁到落尾会完全了解。安尼，伫咱的主耶稣的日，恁会做阮的夸口，阮嘛做恁的夸口。因为有即个确信，我才计划先去访问恁，通互恁得到加倍的祝福。就是计划去马其顿的路中，先去访问恁，搁对马其顿倒来经过恁遐的时，互恁通送我出发去犹太。即个计划检视凊彩做，我做即款计划检视出伫自私的动机，念伊讲是，念伊讲毋是。上帝是信息，我对恁答应的话，就毋是念伊是，念伊毋是。因为西拉、提摩太，甲我传互恁迄位上帝的囝耶稣基督，并毋是念伊是，念伊毋是的。在伫耶稣基督只有是若定。上帝一切的应允，在伫耶稣基督正做是，所以咱才通过伊讲阿免来归荣光互上帝。互阮甲恁来，甲基督结连，搁选派阮的是上帝。伊甲阮勘印，搁使圣神伫阮心内做保证。我用家己的性命恳求上帝甲我作证，我是体贴恁，才无去哥林多。阮毋是伫强制恁着信什么，反正是伫做恁的同工，互恁通欢喜，因为恁的信心有徛在。所以我决定无要去恁遐，才免搁再互恁艰苦心。我若有互恁艰苦心，恁遮个艰苦心的人以外，还有甚物人通互我快乐？为着要避免我去恁遐的时，遐个应该互我欢喜的人反转互我艰苦心，我才写前迄张批互恁。我确信我的欢喜就是恁大家的欢喜。我非常郁卒搁痛心，流真侪目屎写迄张批，毋是要互恁艰苦心，是要互恁知我偌尔疼恁。一切拢是出伫听。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伫忧伤痛苦中流目屎所写的一封批信。对批信的内容，通感受到保罗对教会的真挚情感，若像老爸对囡仔充满关切的疼。为虾米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疼遮尔深？因为保罗亲自建立即间教会，伊捌伫哥林多住1年半，甲上帝的道教是因。毋过，当保罗离开哥林多，教会就传出纷争，互伊不得不写批劝诫，搁拜访因。不过迄边的造访，因为保罗的严厉指责，反倒增添彼此的忧愁。即边保罗写批互因，是要甲哥林多教会讲，
为着无要互因搁再陷入伫忧愁，伊决定延迟访问，互教会有成长的机会，搁有成熟的能力处理因遭遇的问题。保罗安尼讲：我是体贴恁，才无去哥林多。阮毋是伫强制恁着信什么，反正是伫做恁的同工，互恁通欢喜。因为恁的信心有徛在，所以我决定无要去恁遐，才免搁再互恁心艰苦。可见，毋管保罗先前拜访的时严厉劝诫，也是即便为着教会的信仰稳固，甲许多延迟拜访，拢是出自伊对哥林多教会的疼。62年前的今仔日，1961年10月4日，是新英文法作者郭基华老师二度入狱的日子。郭基华受掠入狱2遍，头尾坐冤狱17年。伊的一生通讲是战后台湾人苦难的代表。1951年，伊第一遍受掠，是因为国民政府伫因兜抄到一本唯物辩证法，用安尼认定伊的思想左倾，送到火烧岛新生训练处感化2年。1961年，政府搁再用叛乱罪逮捕郭基华，互伊踮狱中度过15年久。郭基华遭受不实的指控入狱，互伊甲厝里的人活活受拆散。伊的囡仔伫伊入狱10年后，才有机会前往火烧岛探视。伫17年乌牢中间，郭基华时常遭受刑求，毋过伊挺着一身硬骨，捍卫对即块土地的疼，一生无悔。2000年的1月，高雄地方法院判定郭基华当年确实无故遭受国民政府羁押，伊的冤狱将伊得到平反。虽然冤狱互郭基华甲所疼的亲人三隔两地，毋过疼却互伊甲亲人的心搁较紧密连结。郭基华一生所遭受的苦难，拄代表伊对即块土地深切的疼。保罗决定延迟拜访哥林多教会，相款是出自伊对教会的疼。尽管相隔两地，反正传达因之间的疼无受距离限制。默想，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喜乐，甘愿改变行程。我是毋是也会为着服侍调整家己的安排？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喜乐，甘愿改变行程。我是毋是也会为着服侍调整家己的安排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赐予我敏锐的心，互我知影安怎互所疼的人得到益处，毋是照家己的意气行事。互我的决定会当互人得到喜乐，互家己也同得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